在高龄化的社会，这时大人退休了后，嘛会当来做志工。屏东县府呢，今年是头一摆来举办比赛，鼓励这服务据点发挥创意来改造服务环境，也是讲一寡工区等，让高龄的志工在服务过程当中，嘛会当减轻负担，降低风险。因为安尼身高无共，所以每一个无共。我家己用较低。志工甲长辈安怎使用这支会当春秋的扫帚，互家己变扫起来会使更较轻松。另外一名士大扫帚步车，毋过头前改造会使挂粪扫地啊，扫涂骹的人行到倒，长辈就方便扫到倒。若是忝啊，嘛会使坐落来歇喘一下。这改良的工具拢是服务据点的创意。这个物件也无讲介重啊，这个年龄来扫，唔免安尼也轻松啦。你扫帚好用啊，会当春秋啊，要甲用悬啊会使，要用低也会使去啦，好用，唔免压落。士大拢表示有这的物件，互因较轻松。屏东县政府社会处为着鼓励志工的单位发挥创意，针对实际需求提出环境改善方案，互高龄志工会使较适时投入服务。今年特别举办比赛，比如讲像轻便椅啊，会使调整高度的桌啊，拢会使互士大减轻负担，降低搬动的风险。咱这高龄志工会使搁继续去着做伊改做迄个志工的工课吼，阮就想讲，改造因定会使用的物件安尼，用因的发想吼，来改造迄个因定用的工具安尼吼，阮这是一个类似比赛安尼啦。这摆的比赛阁有奖金，第一名1万块，嘛有6万块的改造金。报名到10月15，鼓励志工据点参与。社会处表示，活动毋若是比赛，嘛是推动高龄志工持续参与的重要行动。记者柯明哲，屏东报道。